经，同心信主来活，独一性命咱称呼，承受天的美牛。三甲五万大兴无，所受恩典一样。来第三节，虽有世人的支持，有时拄着了乱，有时大家三分离，辨明真理异端，心目看主伫头前，阳光满意完成。直到圣会拢得胜，享受安宁平定。后来第四节，圣会设立伫地上，结连三一上帝，属主过往的朋友，甲主交陪无替，咱对称义得着救，拢是对主恩惠。愿咱会甲伊同样，伫天甲主作对。好，来，咱来唱第一站吼。真好，来，咱过来看120首。咱同款吼，咱来往哪甲即个歌词先读好好吼。来，120首，上帝关灵实在奥妙。来，咱听看卖。上帝关灵实在奥妙，宇宙万物表现技巧，独生圣囝临到世间，拯救罪人脱出灾难。来，第2节，圣囝真理古今不变，甘愿正做送香，悲惨野神着磨，忧伤惨死，为着疼人献伊家己。第3节，奇妙疼痛恶得光明，罪过受赎，感激心灵。助听罪人，哪捌哪亲，10个应邀，通过及金。吼，过来第4节，救恩极大，咱着听主，心内恶毒一尽扫除，救主恩典时常充满，信心听主哪久哪大。每一个歌词拢足好诶吼，来，咱来唱第1节。Yeah.
好，来，咱过来看第三首205首。哦，今日嘛是有5节的歌词吼，来，咱往那真紧甲头家吼。第一节，过失得舍，虽得野口。这人真正有福，上帝无甲伊算不义，这人实在快乐。第二节，我捌点点无爱祈祷，无爱尽我的罪，自手眠日。缀我真重，迄时身躯若碎。第三节，对你排列所犯罪过，无允劝我罪欠。我讲我要认我过失，你就甲我赦免。第四节，信实的人趁时看找你，着求救我的主，大水泛滥。因甲别位，袂到迄人身躯。第五节，歹人受到侪侪苦难，总是义人靠你，主爱怜悯，包围帮赞，伫主着大欢喜啊！咱在伫主内面着要大欢喜。来，咱唱第一节、第二节吼。是甲遮，哎，多谢。
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手机的请关静音。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会敬拜你，吟诗称赞你，会吟诗学乐你的名。大家来吟圣诗255首，宴会独一的地基。甲起立吟全首。
请咱有缘徛地，同心来祈祷。至悬至大全能的爸上帝，感谢你的保守，互阮平安自入伫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有出外也是年老无方便出门的，会当伫线顶来敬拜阿罗你。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每一工是你赏赐，阮的性命是你所定着。我要珍惜每一工，为每一工新的开始献上感谢。拢是阮人类久长无疼惜这个原本美好的环境，过度使用地球的资源，污染严重，比较全球气候反常，极端的气候哪来哪严重？全球各所在不时发生严重的水灾、火烧。阮辜负你所交托阮对世界的管理，求你唤醒阮每一人，共同来固守，恢复美丽平安的世界。阮也求你保守台湾这块岛屿。这2个月虽然北部无受地动风台大雨影响，总是南部风台触电天气。花莲光复乡甚至雨少，因规产悬，损失严重。感谢主，有侪志工出各人的温事来协助救灾，求主怜悯，也愿阮用阮的心力来帮衬。求主赐予世界各国领导者智慧，行公义、好怜悯，来建造上帝国。战争带来侪无辜人民性命、财产的损失。感谢主，以下战争告一段落，互相让步，期待带来和平。也求主怜悯帮助阮的国家，互台湾伫世界有国格、有尊严来行公义的路，有疼心来帮助弱小的国家。也求主怜悯阮的软弱，阮是无完全。总是当阮反省认罪，感谢主，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也靠主耶稣的国话，互阮有新的生命，有盼望。求你时时保守阮，用圣神提醒阮，靠你的气力，互阮甘心乐意来服侍你。今日是教会中职选举的好会，无论阮是受选的，还是无受选。阮拢是你的奴仆，阮拢愿意尽阮的心力来服侍你。求你，互阮众会友有同心合意的心志，来荣光你的名。阮也为着会友，也是亲情中间有病痛、住院，也是伫厝疗养，拢求你看顾每一位倚靠你的，拢得到平安甲快乐，得到医治，互苦痛真做祝福。诚做见证，阮的祈祷有限，即时我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有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你所有代代无尽。感谢。今咱掀开经版圣诗后面1057页，启原文33篇，就是诗篇139篇，咱三角来启用。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守我，保护我。可能高深超过我的了解，
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食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大家来吟诵诗120首，上帝的权能实在奥妙。也起立吟全首。遐济，咱三个来祈祷。主比听重的上帝，阮心目伊，亲像落喙焦，心目溪水，搁一摆用刻薄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仰望你的引带甲光照，追求你的教示甲真理。阮求你用你的慈爱带阮到天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互阮的灵魂精英得到真实的饱足甲福气，也恳求你感动的灵来引带阮的心智，互阮对你领受，也晓愿意付出，明白比比受较有福气的意义，用阮对你所得到的养赐，行做传福音的溃烂，互别人得到祝福，来归荣光互你。我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三个来共读圣经，旧约以赛亚书43章22到28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讲：
雅各啊，你无求救我；以色列啊，你颠倒一直讨厌我。你并无将你的羊做烧化祭献予我，嘛无献祭物对我表敬意。我毋捌要求你献素祭，互你操劳；嘛毋捌要求你献乳香，互你操烦。你毋捌用钱买香料予我，嘛毋捌用一只肥嫩的精生予我饱足。你颠倒因为你的罪恶，互我操烦，因为你犯的罪过，互我讨厌。只有我是上帝，我将你的罪过撤销，我要永久记掉你的罪。来，咱来去上法庭，你通控告，你提出申诉，证实你公义。你第一个祖先犯罪，你的代言人背叛我，你的首领拍落山我的圣所，所以我予雅各毁灭，予以色列受凌辱。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古鲁诗班来赞美，上帝会来照顾你。
下面要请王春生牧师讲道，以色列厌恶个得罪上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妇女诗班用上帝为照顾你这首诗歌来带领咱来礼拜。这首诗歌是对陈金川老师所做的词，咱听到这个所吟的诗歌，咱就当听到这是结合台湾本土的民谣的元素。这首诗歌伫这个天韵合唱团因世界去报道、去宣扬的时阵，唱甲真侪人真喜爱这个歌。歌词内面咧讲起人生，就若亲像火车站共款，这是一个旅程。咱伫世间嘛，亲像一个旅程。检彩会拄着无奈的时刻，嘛无需要惊吓，因为伫整个的旅程的中间，上帝会引带甲照顾。今仔日咱也要召开会员好会来改选咱教会的长老甲执事。这是上帝伫每一个坎站有伊家己的引带甲竞选。咱也感谢侪的长职伫因受呼召的时，认真伫上帝的殿，认真伫上帝的呼召的内面来回应上帝。照咱的教会一代传过一代，咱的教会嘛真紧，明年咱就庆祝130年。也盼望咱的教会伫遮世世代代一直会敬拜上帝。世间拢会拄着侪的恶担当，亲像咱咧读以赛亚书的时阵，咱嘛看到因伫时代中间所拄着的这个艰难。因有亡国，因有四线到伫逐所在，但是咱对40章开始看到上帝引带因，互因看见将来有一日要转去到伫因的故乡来恢复因所徛起的所在。伫顶礼拜，永牧师伊咧传讲信息的时阵，伊所讲的是43章的头前一部分，第1节到21节。迄段经文的中间是一个充满救赎的诗歌。作者用6个图像，一无描写上帝的疼甲行动。一讲起上帝是一个救赎者，上帝是一个同在者，也是讲护送者。上帝是一个创造塑造的上帝。上帝要调集万民的主，伊搁较是创造新事的上帝，伊也手持生命水泉的上帝。这款的图像所描写出来的上帝，对伫流亡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真要紧的。上帝毋干那要救赎因，脱离迄个受掠的巴比伦。搁要重新来塑造因的身份，互因知影，虽然今仔日因是一个失落的民族，但是上帝要安怎？要重新来呼召因，要听因，甚至找见因。这是第1节到21节咱所看到的描写。但是咱今仔日读到22节的时阵，这个气氛都毋对去啊！安怎讲毋对？原本迄位呼召人要创造新事的上帝，忽然间转换来控诉伊的百姓。经文内面安尼讲雅各啊，你无求救我；以色列啊，你颠倒一直讨厌我。太有即款的转变。原本是讲恩典。迄个稳定的诗歌，互人充满盼望，但是伫遮反倒转变做一种审查的这个法庭。因原本受上帝揽起来听的身份，即马既然受到质疑，因的重视，这款的转变，毋是上帝情绪的
咱讲反复无常啦，毋是即款的。这是先知神学中间一贯爱用的方法。迄个被听的身份，若失去迄个回应，就会安怎？袂记得因甲上帝的关系。以赛亚书咱今仔日所读22节到28节，通讲是即章内面的一面镜。即面镜一照，咱敢真正领受上帝的救恩？即面镜，互咱看到人会冷淡，但是伫上帝赦免的内面，也看见人的亏欠。伫上帝的纪念，甲伊安怎抹消以色列的罪的这中间，伊要互咱看见一条反省爱行的道路。咱先来看这个22节到24节，遮所描写的。伫这段的经文所描写是人民安怎因犯罪离开上帝远远。先知以赛亚伫头前43章第1节到21节，迄讲的是一个充满的愿望，叫你毋免惊，我要救赎你。我要提名呼召你，你是属伫我的。上帝嘛承诺，伊要做新事，伫旷野要开道路，伫山无要开江河。但是即款的稳定了后，迄个气氛忽然间会即个转变。而且上帝通过先知发出真重的控诉，讲雅各啊！你无求救我，你颠倒一直讨厌我。这个呼叫是啥物意思？呼叫毋是伫开喙祈祷而已，迄是搁较一种关系上的迄个呼叫，若亲像囡仔咧喊爸母共款，若亲像朋友互相招好共款。其实伫遮的经文。那亲像上帝其实要讲的，讲我的子民啊，恁无搁安怎呼叫我，无搁安怎想起我，所以诗人通过即款的描写，会讲起迄当时以色列人因已经对信仰是真冷淡，但是上帝毋是要求因爱献最多的牛羊、烧乳香等等遮的。经文内面伫遐会讲，恁颠倒一直讨厌我。这个讨厌的意思是，这个厌弃，还是讲这个不耐烦。这也对比甲上帝为亚神，伫这个40章28节会讲起，上帝伊安怎？伊也袂亚，也袂善，伊袂对人亚善。但是伫遮对比，反倒当是选民对上帝亚善。以色列人因犹原有礼拜，伊犹原有仪式、有献祭，但是因的心无伫上帝遐。信仰诚做一个空空的形式，敬拜诚做一种的习惯，无有真正的心。所以这个问题。毋是欠缺礼仪，是咧讲起因甲上帝关系拆离。以色列人因失去信任甲疼来回应上帝，迄个敬拜成做一种形式，信仰成做一种负担。这个神学家沃特布格曼伊直接讲，这是一种讲属灵的倦怠。信仰的语言伫喙内面，但是已经安怎无热情啊？敬拜有在进行，但是却无用真正的心。当信仰只剩制度，灵魂就开始安怎打去。所以上帝讲：恁的罪，互我亚善啊！
这句话是真讽刺。原本人应该是敬拜上帝，互上帝欢喜，但是因却是犯罪，上帝反倒转爱去解决因的犯罪，所以上帝亚圣。这段经文也互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这个现象，就是当信仰成做一种负担，毋是关系的时阵，迄个敬拜就成做一种的交易。毋是感恩，受了以色列人有可能讲，阮已经较尔艰苦啊，阮阁要献啥物互上帝？但是上帝所要治的，毋是礼仪，乃是心。伊无去要求迄个最最献祭的代价，敢若要求用真正的心来回应。今仔甲这个 Westman 伊咧提醒咱，讲这个祭面上顶毋是一种物质的奉献，乃是要求的是一种生命的献上。你敢有注重正义、人民、忠心来献予上帝？先知伫遮毋是指责以色列人因的礼仪无够，是咧唤醒因信仰的责任，因放袂记的。这就哪亲像咱咧看第一以赛亚的时阵，迄个老先知啦，就是原始迄个以赛亚，迄个老先知，伊伫第1章11节安尼讲起：恁献遐尼多的祭面互我，有甚物路用？我无稀罕绵羊、米甲，即个烧化祭，为足足的精鲜的油，我真厌。甚至这个老先知，佫提醒咱，上帝无需要咱献祭，乃是爱咱真正信仰，就爱去实践。因为第1章17节安尼讲起，要合适行好，要追求正义，解救受欺压的，为着孤儿心愿，为寡妇辩护。所以你甲看，先知其实第2以赛亚先知，其实要讲起，恁对迄个老先知的教导已经袂记啊。一个教会要更新，毋是在伫咱的献祭有偌好；一个信仰的族群要更新，嘛毋是在伫献祭有偌好，乃是对咱的心敢有知影讲上帝伊的心是啥物？先知咧讲，恁都爱行好；先知咧讲，都爱追求正义，都爱解救迄个受欺压的，爱为着孤儿伸冤，爱为寡妇辩护。咱若对遮的无心，其实这就是先知伫遮讲的。上帝亚圣恁，因为恁的罪，互上帝离开远远啦。所以24节直接就指出，上帝亚圣的是人的犯罪，迄个犯罪是因为咱的信仰，干那挂伫嘴，无去真正实践对人的听。这就哪亲像雅各书内面所讲的。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伫这个22节到24节，伊毋是一个责备，咱表面看起来哪亲像责备，但是伊搁较亲像一种邀请。上帝哪亲像咧讲，转来吧，我要重新来这个呼召恁。上帝无看重咱的献祭偌济。伊所在意的是咱的心，敢有法度转去到伫伊的身边？当上帝重新呼召的时阵，毋望咱毋是干那喙伫遐来祈祷呼求，乃是爱用生命的行动去回应上帝，伫社会中间活出公义，
活出怜悯、分享疼，这种的用性命回应的行动，这个信仰，才真正亲像顶礼拜咱所领受的，上帝要创造新的事。上帝要创造新的事，是因为人听见上帝的信息的时阵，伊会通用行动来回应，袂当搁惦记伫遐对上帝恩典伫遐，干那要领受，无要回应。这个回应，才会当创造新的事。煞者，咱来看25节，25节单独这节。因为一个圣经学家高丁格，伊讲22节到28节是一个善行的结果。特别阮讲道研讨的时阵，杨牧牧师有特别提出这个眼界，互阮知，讲这个是善行结果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25节安尼讲起。讲只有我是上帝，我将你的罪过撤销，我袂永远记牢你的罪。通讲即节是这段经文内底的结果上中心的所在。那伫即位谈到咱咧看头前迄段的时阵，上帝通过这个先知指出人民因的信仰冷淡。这就是因的罪，控诉真严厉，互听到的人检测心内会真艰苦。但是这款的艰苦了后，25节讲，我会撤销你的罪。这对一个做无够业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安慰，嘛是一种得到赦免的一个信息。伫这段经文中间，上帝用“我”这个字来做开始。上帝毋是讲恁爱先悔改，爱先改变，爱先补足恁的限制，然后我甲赦免恁。无，上帝无安尼讲。反倒转，这段的经文一开始是安尼讲：我是上帝。你还未做悔改的代志的时阵。我已经将你的罪来撤销啊！所以伊的赦免，毋是因为咱过得上帝来赦免咱，上帝的赦免是伊的性情，伊的性质就是疼。所以上帝通讲是讲，我为了我家己的缘故，我赦免恁。而且一讲起。这个撤销，中文的翻译叫做涂抹、撤销。这个字眼嘛哈，这个真有意思。因咧记账的时阵，什么人欠我偌济钱，欠我什么，因会写记起来。撤销的意思讲，我原本记伫壁的，我今仔日安怎用乌墨。甲抹掉，甲撤销，看袂记讲安怎？你欠我啥物啊？所以下面上帝是安怎将这个撤销，就是无搁欠亏，无搁欠，这嘛是一种新的开始。所以撤销的意思，要对迄个创的中间、记录的中间来撤销。迄个目的是要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伊的赦免毋是真济法律的听词，毋是，迄个赦免是一个创造性的行动，要互咱重新开始。所以赦免毋是一个结束，赦免是一个新的创造、新的事、新的开始。上帝选择无搁纪念人的罪。毋是上帝安怎健忘啦，毋是，乃是出自上帝的疼。上帝记得咱的名，但是伊选择无记得咱的过去，无记得咱的罪。
这就是恩典。上帝完全纪念，同时上帝也完全赦免。上帝完全纪念咱的名，记伫生命册，但是生命册顶头无搁记载你的过失。所以这是真正是福音的核心。上帝袂因为咱的义来赦免咱，但是上帝因为伊的疼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的赦免毋是道歉这个审判，假讲这个罪无存在，无上帝无讲无关系啦，甲当作无发生，毋是。上帝是将这个罪过撤销，伊的意思是安怎？上帝面对这个罪来处理这个罪，甚至上帝将来伊嘛承担这个罪，然后伫疼的中间，较赢过这个罪。上帝毋是将这个罪放袂记的，伊是一种创造性的赦免来改写这个结局。那亲像咱的人生，咱嘛有真多无法度撤销的错误、遗憾、后悔。有当时咱嘛会去扣分的时阵，咱拢安怎扣伫咱的心内？福音书内面有写到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受掠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逐个人拢在指责这个妇人人。耶稣敢有讲半句话？伊无讲话，伊就扶落去，伫涂骹写字。迄个涂骹写字的意思是啥物？写伫沙的顶头，手若一拨过，风若一吹过，遮写的物件就拢落去啊。有圣经学家会解说这个画面，伊咧讲，检采耶稣扶落去的时阵咧写啥物？某米人啊，你当时犯啥物？某米人啊，你当时犯啥物？拢甲写下来。所以遮一群人为耶稣的人，耶稣拢甲写下来，然后甲撤销。所以耶稣讲：恁啥物人无犯罪，就会当摕石头甲丢。结果写的人拢，哎哟，你太知，你太知，逐个人拢安怎？一个对头的甲少年拢离开。这个画面，就那亲像伫遮所互咱看到的撤销。撤销了后，是一个新事啦，新的代志，新的创作要开始啊！所以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去，我嘛无要定你的罪，莫阁犯罪。上帝撤销咱的一切，无论你过去做啥物款，感觉讲得罪别人、得罪亲人，任何的代志，你要知影上帝已经安怎撤销。伫遮经文内面嘛是共款，讲上帝撤销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伊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定心，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现代社会中间，咱真容易互罪恶感，也是讲失败感，底甲怎喘袂过来。有当时咱嘛会怀疑讲，上帝敢真正会赦免我？我犯遐尼多的罪甲重，遐尼重，但是上帝敢会赦免我？伫这25节要甲咱讲起，上帝赦免的根基，毋是在伫咱本身做啥物代志。上帝赦免的根基，是因为上帝本身是疼，伊赦免是为着伊的名，为着伊的信息，为着伊的疼。因为上帝是守约的主，伊是永远袂放杀伊的子民。所以上帝袂因为等咱好了后，伊才疼咱，伊伫咱上
袂堪的时阵，伊伸手来拯救、来赦免。但是这个赦免毋是安怎？咱来讲毋是纵容啦，是一种邀请，邀请咱重新活出伊的疼，重新相信家己是上帝所疼的，上帝所拣选的，是愿意更新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讲，我是为着家己的缘故，撤销你的罪过。所以这毋是上帝的冲动，乃是伊的本质，就是迄个不变的疼。这是一种恩典的奇迹。接着咱来看26节到28节，遮所描写的。这个描写这段经文真特别，会讲起上帝赦免人的罪，伊是用伊的手来撤销这的罪过。伊阁讲：“你来甲我辩论，嘿，为什么头前讲撤销啊？即大爱讲辩论，这个辩论毋是冤家啦，这是法定的用语。伊要来问的意思是讲，伫约的内面，咱彼此来对质。换一句话，上帝是邀请伊的人民来到伫一个公正的法庭的内面。这个公正的法庭，毋是为着定罪，是要来厘清迄个关系。这是一场咱讲属灵的对话，也是一场伫听的中间的对质。所以有一个神学家甲网络伊安尼讲起，讲这毋是毁灭性的审判，乃是一种救赎的对话。上帝的目的毋是要将人拍倒定罪，毋是，是要互人重新搁徛起来。为什么爱辩论？就是安怎上帝爱咱回顾过去的历史。人若无有历史，咱就袂对迄个历史的错误的中间学着教训。所以上帝伫遮，伊咧提出讲，恁的祖先，圣经内面伫遮讲，你第一个祖先犯罪，所以就爱转去到伫历史的中间去问，咱的祖先有甲上帝立约，但是这个祖先因犯罪，犯什么罪？这个祖先是代表什么人？当然，神学家有无共款的解说，讲第一个祖先有人讲亚当，因为伫埃甸乐园内面，伫迄个中间犯罪，嘛有神学家讲，这个祖先嘛有可能是亚伯拉罕，因为伫大河的所在，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这是因第一个祖先。甚至上帝甲亚伯拉罕就若亲像朋友共款，但是亚伯拉罕嘛有犯罪。有神学家讲，有可能是亚当，有可能是亚伯拉罕，搁较有可能是雅各，因为雅各伊的名后来改做以色列，所以有可能会指这个雅各。咱若看到圣经内面，无论亚当、亚伯拉罕、雅各，这个祖先因过去的历史的中间，拢有差错的所在。上帝伫遮会讲起，上法庭来论，这个论毋是翻旧账，乃是要来提醒。伊爱人民看见家己的历史，恁的受掠到伫巴比伦圣殿受毁坏，信仰崩盘，过去这个历史爱反省，毋干那祖先的犯罪。第27节安尼讲，你的代言人背叛我。代言人是啥物人？一般来讲，是咧指这个祭司。祭司到伫耶稣的时代，圣殿的乱象，就是这个祭司所引起的。甚至伫遮讲，恁的首领帕拉三我的圣所，
首领，嘛有可能是指君王等等遮的。无论是君王也是祭司，上帝通过安尼的提醒，讲你甲看过去遮历史，遮咱拢是需要来反省的。上帝奇妙就是伊会当安怎撤销遮的罪，上帝阁会当安怎纪念历史。所以上帝有下面的恩典，也提醒公义的要求。所以上帝唔是安怎，咱讲不是放任的上帝，上帝是教育的上帝，爱教育因，爱会记的。上帝唔是报复，乃是要来医治。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并无互以色列人袂记咧因过去遐的历史。反倒转是，互因知影，伫历史的记忆的中间，爱去学习，重新开始。所以上帝用这一切教导以色列人，也提醒咱：上帝听，他不是廉价的赦免，不是廉价的恩典。上帝是爱互咱去面对真相，才会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这段经文唔单单是对古早以色列所讲的，也是对咱今仔日的时代每一位信靠上帝的人、信仰的共同体所发出的。咱今仔日活伫一个资讯爆炸、道德模糊、正义时常互人忽略的世界，人真容易去放袂记伫过去。因为安怎会记得过去实在是真艰苦，但是上帝确实要互咱知影，会记得过去，讲唯有记得才能被医治啦。会记得过去的历史，才会当受医治。会记得过去，咱的台湾的社会所发生的代志，屠杀的代志。无好的代志，政治人物滥杀罪的代志，咱若袂记遐个历史，咱无法度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亲像有人会讲起，讲啊，即马吼很多小草，啊，为什么？因为因出世的时阵已经安怎？台湾已经民主化。对20年前、较早以前所发生的代志，其实拢无了解。咱的教育若无有对历史去反省，咱有可能邪恶会转来的。所以需要去教育。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咧提醒以色列人，虽讲上帝已经备办好势啊、好调啊，要互迄个无私的皇帝来带，互因会通得到讨棒，转去到因的故乡。但是因敢准备好啊？恁对过去的历史，恁敢有诚实的说个悔改？你去看恁过去的祖先所犯的罪，恁的代言人背叛我，恁的首领南山拍拉山我的圣所。这个历史袂当放袂记的。去年的时阵，我毋知咱有去知影一个叫做新的纪念日，叫519白色恐怖纪念日，敢有无？519，因为5月19，这就是会讲起台湾的戒严的开始。迄当时的开始台湾。迄个白色恐怖会展开，咱若袂记过去的历史，咱就抓准讲，咱今仔日台湾的民主自由就是安怎，一出世就有啊。所以咱需要有这历史的反省，因为唯有记得，才能够被医治啦。上帝呼召以色列人进入伊的法庭，毋是为着审判，
是为着互因实实在在面对家己，面对过去社会无公义，因咧应该当悔改，这个信仰群体才会当更新。这对咱今仔日来讲，嘛是同款重要。历史的伤痕，若是要找有公义正义，咱的信仰若是要成实，咱嘛是转来到伫咱的历史中间来反省。上帝毋是干那关心个人的灵魂，伊也关心民族的良心甲社会的恢复。咱个想看卖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教导？我想有两项要紧会通做阵来反省的。第一项，真实的悔改，成做更新的起点。这段经文最后，互咱看到上帝迄个充满疼，伊是公义的法官，伊也是人民的医治者。上帝是纪念历史的上帝，但是上帝同时也是无纪念咱的罪的上帝。伊的基地是为着要互咱学习悔改，伊放袂记的，是因为伊对咱的疼。所以上帝对咱来讲，来吧，咱来辩论。这个辩论毋是指责，是一种邀请，邀请咱实实在在去面对历史中间的错误，面对族群的软者，面对历史的伤痕。真正的悔改，毋是情绪顶头伫遐懊恼，乃是愿意伫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定心来做工。这是咱台湾社会要面对将来成做一个新的国家所需要的。咱需要去对过去的历史中间来反省。10月25，有人讲这叫做光复节，但是敢真正是光复？最近真侪学者会论这项代志，因为若是照旧金山合约来讲，台湾是安怎交予这个亡国来托管利益？这历史拢有通争论的啦。但是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个代志？讨论这个代志是互咱对历史的中间来得到反省。以前228事件的调查的结果，最后国史馆做一个结论，蒋介石是元凶。有的人就讲我挡袂牢啊！刘兄这毋是要定伊的罪啦，这是要互咱的历史知影，人就是无完全，无完全的人，无论伊是做过总统，伊嘛是无完全。同款的，这个人来当对历史的中间来得到悔改，亲像经文内面所甲咱提醒的，恁的代言人陪伴。恁的首领拍垃圾，无论做什么款的歹代，上帝毋是要来清算这个罪，上帝是望咱爱带着信心，回顾过去的历史，伫记忆的中间找到悔改的溃烂。所以伫台湾这片土地顶头，咱的历史有伤痕，咱爱去面对，咱嘛爱实实在在讲，是这个伤痕捌发生伫这片土地，咱嘛爱讲。是这个土地过去有疼、有罪、有屠杀，但是上帝爱咱安怎，袂通忘记你。伊邀请咱来修复，咱来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修复彼此过去的伤痕。你若无要修复，袂有新的开始啦。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上帝直接讲：我为着家己的缘故，撤销你的罪过。这句话毋是一种
毋敢若是一种安慰，乃是一种呼召。因为被赦免的人，必须爱成做赦免的见证；被更新的群体，必须爱成做更新社会的一种费力。所以，互咱伫基督的中间，甲行动的中间，咱会通成做受赦免、被更新的人民。伫这个土地顶头的见证，上帝的公义甲怜悯。伫讲道研讨的时阵，杨牧师有讲起瓦特布格曼这个神学家，又提出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概念，讲 scandal of grace， 就是 scandal 的意思就是丑闻啦，丑闻，恩典的丑闻。这个概念真特别。讲起上帝白白的恩典，甲人类的正义感冲突的时阵，这个恩典甚至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丑闻，这是要安怎理解？其实圣经内面嘛有亲像即款上帝的恩典，亲像丑闻共款。一个真好的例就是保罗啦，使徒保罗。伊还未改变以前，伊叫扫罗。扫罗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伊嘛是杀人的人呢。但是上帝竟然拣选伊成做使徒，对早期教会的信徒来讲，这是一个丑闻，震惊的恩典丑闻。一个杀害基督徒的人，他会当成做一个使徒。恩典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人所做的这个功劳。也因为安尼，恩典常常是用这个出伫人无法度想象的中间来显示出来。这种的恩典毋敢若是赦免，这个恩典有的人无法度接受，讲这叫做 scandal。我无法度接受这款的这个恩典，无法度接受。伫1995年，南非成立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迄当时，南非的大主教图图，伊咧主持这个和解委员会，真侪白人的加害者，伊讲出因的罪行的时阵，因拢得到撤销、赦免，但是对遐受害者，因无法度接受。但是土度安尼讲赦免，毋是要甲放袂记的，这个赦免是要来拍破讲报复的循环。所以这就是一种恩典的丑闻。伫人感觉起来，我无法度接受。但是圣经内面所互咱看到的上帝，是一个完全来赦免，是为这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社会，若要新的开始，无搁应该活伫过去报复的公义上面。袂当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啦。台湾也有一日要做这个转型正义，要看什么人是元凶，什么人杀害，因会当实实在在讲起，咱接纳伊，咱会通安怎撤销伊？这就是一只所互咱看到，咱无要去将伊抓出来鞭尸啦，无需要安尼。咱需要的是安怎理解过去，伊嘛是人，伊嘛是有犯罪，明白。但是阮要伫基督内面有一个新的开始，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恩典毋是合理化，恩典伊是一个美丽、自由，互人讨棒。咱咧讲的，
scandal of grace， 是一个恩典的错。在地无法度接受的人来看，伊是 scandal， 但是若是伫信仰接纳的内面，咱会感谢讲这是恩典。第二项要紧的教导是要互咱知影，行动检验信仰，信仰的精神必须要带出社会责任。所以遐尼即话，咱若实实在在悔改是真实的，一定会带出行动。圣经内面有亲像即款侪侪故事，参孙的故事嘛是。伊是一个拿西尔人，最近真侪教会推动什么拿西尔人，但是拿西尔人参孙是安怎？伊毋是典范啦，伊是安怎犯足侪罪？伊嘛因乱一个交过一个，发生关系等等遮的，但是伊最后伊会悔改，但是伊的悔改，伊也带出行动啦。咱咧看到迄个保罗，使徒保罗的悔改，伊嘛安怎有带出行动？所以真实的悔改，伊会当带出行动。所以行动是检验信仰。如果咱的礼拜敢若停留伫主日礼拜，停留伫口头的信仰个别，无法度真实来改变甲关怀，这就那亲像先知以赛亚伫遐讲的。你无呼叫我，你也呼叫上帝，上帝本性，你就安怎？爱学习真正的信仰的精神，一定安怎活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所以一开始，我有讲起，先知直接讲的话，其实是安怎？过去老先知，迄个老的以赛亚，伊伫第1章11节、17节遐所讲的是啥物？讲恁都爱行公义，恁都爱怜悯，爱活出迄款的信仰的款式。看见弱势的需要，送向的呼求，受压迫者的目屎，你敢有看到？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到19节，甚至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到第7节，拢会对咱咧讲起即份的呼召。路加福音伫遐讲主的灵临到我，伊用油抹我，叫我传福音予送乡人，宣告受掠得到讨棒，受压迫的得到。你兄这以赛亚先知嘛是共款，安尼讲起，讲弥赛亚来了后，要开青面人的目睭，要互受关卡的人出家了。这个意思是讲，信仰毋是刀闪世界，咱是要进入世界去听。若是咱的信仰、咱的敬拜无有行动，迄敢若是一个宗教行为。若是咱转化做怜悯、公义的服侍，安尼就是见证上帝国。今仔日的问题，毋是咱信了偌深，乃是咱安怎？咱爱得多广啦！今日咱去关心受苦的家庭，支持受忽略的弱势者，守护环境土地，也是去推动和解正义，这拢是一种信仰的展现。愿圣神催逼咱，互咱的信仰毋是挂伫咱的喙而已。咱的信仰毋是干那关伫教会内面，真正的信仰爱用行动来检验，爱互即款悔改成做溃烂，互信仰会通成做行动，互台湾充满公义、怜悯甲盼望。这才是上帝要做新事的所在。这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通过先知的信息，帮赞以色列人民，伫受掠要归回以前，会通
对历史的中间来悔改，因为要起造一个新的国家，要对这中间来悔改、来反省。主，阮也恳求你帮咱阮台湾头前的路。阮过去38年的戒严，一直到今年现在，阮已经民主化也38年外，已经超过过去的戒严的时期。阮恳求上帝帮助阮的国家，行往一个充满上帝国理想的境界，帮咱伫遮徛起的世世代代，互阮会通活出基督的款式，互台湾的社会更较充满有上帝国的香味。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伙来吟圣诗225首，结实得赦，罪得夜勘，也起立，咱吟全首。谢谢。这时是公道时间，咱为下面3项事来祈祷。好一项为今日中职改选会员好会召开；第2项为着明年度组织甲时间规划会展开；第3项为丰泰文化甲花莲光复的灾区的重建。请会众同声开喙祈祷。公道说，请司院长谢梦如执事来做结束的祈祷。
万权能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物的源头，是听祈祷的主。愿你的灵来带领阮，互阮所做每一件代志，拢顺探你的旨意来行。阮为着今日召开会员好会终止决选的祈祷来祈祷，求主保守一切，照主的旨意顺序进行。感谢你竞选中职来服侍你的教会，愿你纪念退任中职的付出甲辛苦，互新选出的中职会当终身愿意奉侍，同心合意，带领教会伫真理甲听中成长。阮嘛为着明年度的事工规划祈祷，主啊，教会一切事工拢是为着荣耀你的名，求主看顾带领，无论是牧养、教育、宣教、关怀，也是青少年甲年长的事工，愿你兴起搁较侪忠心的同工，参与服侍，互整肢体得到牧养，使用这咱教会诚做这土地祝福，互搁较侪的人来明白你。主啊，最近侪风台影响台湾，花莲光复地区嘛因大水有足侪灾害。求主特别纪念花莲灾区的百姓，保守灾后的重建，无搁受到新的风台大水的影响。愿你安慰因的心，互破碎的家园会当恢复，心灵重新得到盼望。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奉献。请客你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遮济，
这时我来报告，也现开周报通知事项。好一项，今仔日要召开当值改选的会员好会，地点就是伫咱迄个所在大礼拜堂，请全体在即个现有的陪参会员，名单打伫公布栏来出席。第二案头一项，长老选举案，原因的长老副社长叶鹏温、郭明昌、叶玉贤任期届满，要改选4名，有愿意列名单的候选资格有副社长陈明德、叶奎祥、蔡仁杰、叶玉贤。第二案，执事选举案，原因的执事李丽玲、施淑珍、梁义成、蔡仁杰、郑慧玲任期届满，要改选5名。有候选资格是在这个会员会参满2年，也是迁入满3个月70岁以下，毋是本教会专职的受聘，也是现有的任职的，拢符合本会候选的规定。教会推荐的执事候选人要正的笔画来排。朱纯正、于国慧、高志豪、郭慧元、陈明德、廖丽香、牛乃瑜、蔡正一、邓立忠、钟有权。第二项，尼西亚圣经1700年的新学大会，主后325年普世教会伫尼西亚召开普世大公会议的发表，尼西亚圣经做教会共同的信仰告别。2025年是尼西亚圣经1700年的周年，普世教会的新学家要伫10月22到30伫埃及。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举行新学甲纪念大会，本会牧师陈永文教授是普世教会协会信仰甲教济委员会新学家委员，要前往埃及出席会议，请为着陈牧师甲大会举行来代祷。第三，各项的奉献节制日，因为行政作业的流程，目前对香港妈妈甲安门教会奉献已经截止，对花莲光复乡的奉献到本主日截止。感谢兄姐奉献，甲继续的代祷。第四项，会计师的查销，本教会每年拢有请外部会计师来查销，今年是德语会计师事务所年终的查核是定伫10月22来举行，年尾的查核是定伫每年正月。第五，正经校秋季班今日暂停一摆，因为是会员好会的原因。第六，守护台湾祈祷会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2月24是做伙为上帝国来代祷。第七，人权电影伫2015年12月，伫香港的电影10年，用强烈的政治的语言的手法来描写10年后香港的政治紧张的想象。当初去互北京全面的封杀，
即部已经无法度伫香港放映的作品，要伫10周年，就是伫今年伫台湾来搁一届来放映。时间是11月初2下昼3点45到6点，3点半开始报道。地点伫咱的教会小礼拜堂第8公共论坛，台大社会系中研院的研究团队针对大罢免的运动进行大型的社会研究，已经完成。要举行分享会，欢迎关心这场公民运动的来做伙来参加甲对话。主题是大罢免的运动的回顾甲申诉。时间伫11月初2暗时6点半，地点是咱即个所在大礼拜堂。第9，宽恕甲顺服来讨论伫教会的性骚扰甲宽恕。即个时间是伫11月初1的下昼时2点到4点半，2点半钟开始报道。地点伫固定教会。番茄消息甲教界的消息大多数项，请家己看。这时请黄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伫遮来报告咱今仔日会员好会的报道的情形。咱陪参会员是419名，不在会员是156名，扣除这个不可抗力甲请假74名，转会者也是受洗礼未满3个月的会员2名，所以应该出席的是187名，生会数是94名。咱今仔日报道的人数是150名，伫遮来宣布，咱的会员好会会通来召开。即时也请咱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施恩，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大家来吟圣诗400首，愿主人来甲你同在。请起立，吟诗煞请黄牧师祝祷。愿上帝国临到，唤醒沉迷的心灵，点导公义甲和平的愿望，互万民同心归向主，活出听甲真理的见证，来荣光伊的名。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请坐列岛闭会结束，请在职会员留步继续参加中级改选的会员好会，会后必有餐点。咱先休困5分钟，会当去洗手，血糖较低的人会当去补一寡物件，后壁地饼会食一个，等下5分钟后，咱就来召开会员好会。来请东港来准备等下算票的桌啊，